何漢明喺2012年進入文武廟做解簽師傅，然後慢慢認識文武廟嘅風水。其實全香港有3間文武廟，分別喺大埔、大嶼山同埋荷李活道。如今最興盛嘅就係荷李活道嘅文武廟，而大嶼山嗰個文武廟就顯得非常頹敗。呢一點完全係風水所致。本人作為文武廟師傅，又鍾情風水，必然去3間文武廟都探究比較。我哋首先比較嘅係明堂，用最顯淺容易明白咁樣講法，明堂即係廟前面嗰個空地。再重新強調，係為咗各位容易明白啊，而唔係明堂就等於空地啊。大嶼山文武廟嘅明堂咧，俾一條行人路橫截咁樣截開咗，呢個係最不幸嘅明堂風水。而大埔呢間明堂面積係最大，但係存在咗缺點。荷李活道文武廟前邊就係馬路，閘門分開2個入口，成為咗佢嘅風水特色。再配合埋佢嘅靠山，就成為咗3間最香火鼎盛嘅一間。佢嘅建築特色咧係咁嘅。荷李活道文武廟咧，算係一個假二進嘅建築。通過一個玄關跨過門檻，就見到2幅冇牆嘅大門。大門左右咧通道入去個神壇，而中間就有個通天，可以俾陽光直射入嚟，落喺正中間嗰個香爐，再有4周圍嘅塔香襯托，成為咗中外特色嘅沙龍寫照。呢種光氣合一嘅風水特色咧，令到文武廟成名至今。反為其他2間文武廟就冇乜人識。其實廟宇風水同教堂風水各有因素，你信唔信風水都好，佢都一樣存在。有一啲極其隱蔽嘅宗教場所，完全靠風水設計先至富甲一方、信眾萬千。呢一啲完全唔可以公開嘅。